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根据彭博社新闻报道说，彭博社记者看到法庭的文件，中信银行国际已向龙光集团提起诉讼，涉及这家中资房企2023年违约的一笔贷款。根据呈交香港高等法院的诉状，中信银行国际索赔涉及该笔贷款的5.88亿港元本金、6400万港元利息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也就是银行下手了，也不等你什么龙光集团债务重整这一堆的，这是叫先下手为强。中信银行冲这个龙光集团打响了第一枪。根据人民法院公告网信息，2025年至今，全国已有32家房企及房地产相关企业破产，资金链断裂是主要原因。安徽宿州市四维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因经营异常已停止运营，同时马鞍山新都建设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破产，名下房产拍卖遭遇流拍，起拍总价1700万元，也就是房企纷纷开启破产模式。2025年才过去2个月啊，全国已经32家房企破产。我前2天节目说了，这个对房企来说啊，破产清算这是唯一的办法了，越早破产清算，越早解脱。年前我也说了，今年一定是叫应收账款暴雷之年，这个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经济学常识，这个就是2021年恒大暴雷以来，大家已经扛了3年，实在是扛不下去了。后面我还要放一个视频，讲这些企业家、这些老板怎么样走上破产之路的。当然了，现在12家房企破产，这名气都不太大。什么时候排名前100的或者前20的这房企破产，虽然已经有了，但是还不够多。比如碧桂园或者融创等等昔日的宇宙房企，这些大哥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才是标志。现在是小房企扛不下去，破产清算。当然了，一边是房企破产清算，一边是各种捷报频传，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这个新京报报道说，自2024年9月，1线及强2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已呈现筑底回升态势，市场情绪逐步回暖，房企对后市的信心有所修复，其在土地市场投资日渐增长。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1到2月 Top 100企业拿地总额将近2000亿元，同比增长 26.7%。你看看，也就是 Top 100的房企开始拿地了，已经活过来了。但是我们看到融创、碧桂园，刚才这个龙光还有万科都在 ICU 躺着的。当然我以前节目也介绍了啊，为什么拿地总额同比增长，拿的什么地？你现在成交的都是上海、什么北京、深圳的核心区的那地块，还溢价成交，就很多人去抢，这个反而不是什么好事，这个反而说明咱们现在贫富差距在加大。这些这个一线城市好的地块溢价成交，到时候它的楼面价都10万、8万的。我记得上海拍了一个11万还是12万的楼面价，那你的房子盖好了至少卖20万，都是谁买呢？那样的房子不愁卖，我们是该高兴还是该悲伤？看到这样的数字，你能说楼市回稳了吗？这种回稳那跟韭菜有啥关系啊？还有就最近一线城市这二手房成交确实这个都是翻倍的增长。我昨天咱们看的数字有100%的增长，140%的增长。我爱我家数据显示，2024年广州财联社报道说，广州单周二手住宅网签量重上2600套关口。上周2月24号到3月2号，全市二手住宅网签宗数环比增长 6.23%， 这已是自春节假期后的多连涨。单周二手住宅网签量突破2600套关口，上周录得2643套。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机构监测，广州二手房网签均价反弹，重返3字头，也就是广州二手网签均价跟随网签量回升而恢复上行，达到31079元每平米，环比上升 5.6%。 不过机构也说了，说二手房网签均价反弹的动力来自市中心改善需求的逐步释放，带动中高价位二手房成交增加，二手房显得回暖。尤其一线城市，你看深圳、上海、北京二手房都在增加。咱们也一直说二手房增加有几个原因，就是房东降价，以价换量。如果那个城市新房
房增长很少或者没有增长，但是二手房增长翻倍。所以一种原因就是有人把房子卖了润了，人家降价套现走人，这个大家的心知肚明啊，都清楚。如果你不降价，你卖不掉，挂出去没人问，你只有降价，降到合适位置，那些刚需房愿意买，刚需客啊。第二个呢，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二手房那个数字啊，你是不能信的。为什么不能信？因为二手房的成交它非常复杂，它跟新房不一样。新房就是你从开发商那儿买，开发商把房子卖给你，那叫新房，一手的。二手房的成交有的时候它不是需求，就它不是住的需求，甚至它都不是炒房需求，纯粹是为了贷款和换贷。比如我现在是这个按揭贷款恐怕是4%，现在这个政府啊就是一轮又一轮的，是不是现在贷款利率只有3%点几了？首付比例降到10%、15%，你看这政策，契税也在下降。交易成本在下降，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出现一个，我现在这个贷款费用有点高，我把它换成一个低利息的贷款，是不是这中间就有差价出来了？我把这个费用去掉，我还能赚钱，我还少花钱。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就是经营贷。疫情期间，咱们给中小企业贷款，还有一些经营贷，都是那是为了让中小企业能够顺利的度过难关，所以银行就给出了特别便宜的经营贷，可能只有2%、2点几的。那这个钱到哪儿去了？大家的心里有数。通过各种小公司，实际上是进入了房地产领域，成了过桥资金，帮人家把那按揭贷款还掉，人家就欠这个银行的经营贷。这种交易，你说它是真的是买卖吗？它是为了换贷款，它是为了融资。以广州为例，广州2024年楼市跌回到8年前的水平，就是2016年的水平，楼市低迷，房价在跌，但是全年二手房网签达到了惊人的11万套，比之前的2023年和之前的2022年都要高，和广州楼市最火爆的2021年持平。大家知道吧？2021年那个恒大还没爆雷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全国差不多楼市最高点吗？居然2024年广州的二手房交易达到了2021年最高点那个峰值，就是大家就理解不了。现在明明楼市在下滑，政府在救市，房地产企业都在爆雷，怎么二手房那么火爆呢？对吧？这是明显的违反常理。实际上，如果大家关心，根据媒体报道，2021年楼市见顶以后，新房和二手房成交量都是同步下滑，但是到了2022年，新房和二手房还是在下滑，但是二手房的下滑速度就慢了。到了2023年年中开始，经营贷开始陆陆续续进入房贷市场，这个时候啊，二手房成交量见底回升。到了2024年，对吧？9月份各地宣布购房首付降到最低15%以后，二手房成交量继续攀升，而新房成交呢还是进一步下降，直到现在。最近媒体报道，什么一线城市新房叫回暖，但是二手房啊已经来到了历史高位，不停的创新高，就成交量。那新房为什么没有二手房火爆呢？因为新房做不了经营贷，不太可能实现买房获得融资这个目的，所以二手房的成交量非常火爆，实际上是玩金融。不是说这个二手房成交的数字造假，它造不了假，因为是网签你很难造假，所以这数字都是真实的。但是它的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住吗？甚至它都不是为了炒房，纯粹就是为了融资或者降低它的成本。所以你看它交易量就非常高，有的是夫妻之间交易，有的是朋友之间交易，代持。所以如果你要根据这个数字来判断说楼市回暖了，这个明显不是真实的需求，你然后根据这个政策，根据这个数字来制定政策，那不是被带到沟里去了吗？我们很多人一看到这个数字，以为楼市回暖了，就开始焦虑，是不是要赶紧去买房？所以我一直说，你判断楼市有没有回暖，对吧？你也别看这数字，你就看政府他出台不出台救市措施。如果他说不出台了，你再看看，说不定他真的是稳了，他就不需要救了嘛。只要他还出台措施，发购物券，就是什么首付下降，就是利息下降等等，那就说明还没有稳，你就可以再等。所以说二手房火爆后面有水分，这些数字你只能参考。我们再看一个关于香港的楼市，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说是香港特区政府回应标普报告，说不同意住宅供应过剩观点，银行体系保持信贷质量和风险可控。从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获悉，特区政府发言人回应了近日标普全球评级发布的关于香港银行和房地产市场的报告。标普报告称，香港楼市供过于求是导致住宅、商业及零售市场下跌的共同原因。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回应称不同意标普报告中住宅物业供应过剩的观点。去年底，香港私人住宅单位空置率为 4.5%， 与过去20年，就是2004年到2023年长期平均数相同，租金亦持续稳健上升。数据反映目前住房需求殷切。香港金管局一直密切监察香港
港银行的稳健发展。即使面对环球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银行体系保持信贷质量和风险可控。什么意思呢？那肯定是这标普说香港的房子过剩了，那香港的房子一过剩，那就容易引发金融风险。那特区政府就来解释反驳这个标普的观点。说到住宅过剩，香港咱们不清楚，这是标普的观点。但是说到内地，咱们住宅有没有过剩？这个我在以前也说过，住宅过剩还是不过剩，实际上是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韭菜的收入。如果韭菜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房价的增长速度，那我们的房子根本就没有过剩。为什么？因为你会想要2套房、3套房，只要你收入跟得上。你不想要买房子，是因为你收入不够，你抗风险能力差，你对未来没有信心。你现在一个月3000多，如果你现在一个月涨到3万，你马上就有买房的需求，拦都拦不住。你要知道，你2年以后你能拿6万一个月，那你恐怕你就开始想在杭州西湖买房了，或者是跑到三亚，对吧？买个度假房。这些需求是根据你的收入来的。那个时候你开10万的比亚迪，你就觉得不行了，得开50万的小米。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咱们现在房子就是过剩。你未来的经济，比如明年后年，如果经济腾飞，那房子就不过剩；如果经济继续低迷，那恐怕就是过剩。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房子过剩不过剩，时间不站在咱们这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随着时间推移，房子会越来越显得过剩，因为咱们人口在减少啊，人口是负增长，对吧？你再过20年，房地产是长期看人口，对吧？短期看经济、看金融这些政策。刚才咱们说了要看一个企业家，他是怎么破产的。刚才我刷视频，我刷了一个西北的一个曾经的养殖龙头企业的一个负责人老板，现在已经成了老赖，负债1.5亿。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2025年2月23日，我1981年出生，44岁，人到中年，负债1.5个亿。现在是我人生最至暗的时刻。刚刚我查了我所有的账户余额，加起来也只有70块钱。2024年的11月8日，从09年开始创业的我，旗下19家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有300名员工正式宣布破产解散，倒闭清盘。我和我的合伙人将近1个亿的投资以及我个人家庭的所有资产亏损清零。创业近20年，曾经至少也算是混到了中产，但是现在我将车子、房子以及所有能变现的资产全部清偿后，还有1.5亿的债务。同时呢，也面临多起起诉执行，限制高消费失信人。我就是大家口中特别鄙视的那个老赖。曾经作为在西北养殖业龙头企业的负责人，我也带领公司取得了较好的业绩，曾与多家上市公司合作，利润可观，在所属的行业里面也是小有名气，曾经也被多家商业媒体报道过，也被誉为行业里最有潜力的行业龙头。当然，现在的我，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了，也已经失去了。曾经我将现在的局面都归结于3年前的疫情，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错误都在于我自己。的确，对于线下养殖这个板块，主要依靠专业技术和管理。3年的疫情确实影响很大，但是呢，我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作为老板，我没有极强的风险意识，过度的自信和乐观，本应该大规模的降低成本，可是我呢，在2021年初的时候还继续加大投资，扩大规模。这也正是我造成公司现金流断裂的最主要的原因。同时呢，在资金危机来临的时候，我本应该迅速大幅的缩减规模，关闭工厂，裁员减负，及时止损。但是我怎么做的呢？我是在拆东墙补西墙，调用一切可以调用的资金，保持公司原有的规模，甚至疯狂的扩张，每个月支付大量的成本和高额利息，
一直撑到公司撑不下去，最后被银行抽贷，直至倒闭清算，直到打光了公司和个人资金的最后一颗子弹，一撑呢就是好几年，所以就造成今天的局面。原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力和想法，自己一定可以扛过去，扛过这个坎，扛过这个难关。但是没有想到，最终的结局是公司倒闭，破产清算，欠下了高达1.5亿的债务。曾经呢，有一段时间，我极其的焦虑、迷茫，特别的孤独和无助，甚至抑郁好长一段时间，差点做出了极端的选择。面对家人和债主，我真的深深的感觉到自责和内疚。面对方方面面的巨大落差，饱尝了人情的冷暖，当然更多的是残酷的现实。今天呢，我在这个抖音平台发了这个短视频，目的并不是为了卖惨，也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袒露我自己的心声，然后呢，记录接下来的重生之路。也希望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像我一样的负债，能够家庭幸福，在以后的创业中顺心顺意。让我们一起加油。听了他说了之后，我本来以为这个又是个文案，因为网上这种卖惨文案很多，但是我也看了一下，他确实有名有姓，上过电视，还被宣传报道过。本身养殖业风险就大，这个跟养殖业打过交道的应该都知道，这是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是吧？你就是养鱼养虾也够呛。其次，遭到这个疫情之后，大家还记得吗？2023年那个时候，所有的企业家是不是突然感觉自己又好了？因为憋了3年口罩期间嘛，所以大家觉得经济肯定很快会恢复，莫名其妙的来了一股信心。大家还有印象吧？就很多人在大街上找店铺、找门面，做生意。我记得上半年是火了一阵子，马上就熄火了，因为大家没有想到疫情只是一个导火索，实际上经济形势根源性的内生也出了问题，反而是疫情掩盖了。咱们以为经济不好是疫情导致的，所以疫情一放开，大家就加杠杆，开始对吧？快马加鞭，准备把失去了3年给他追回来。那显然这个哥们就是这么做的。他2021年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做节目就说了，不要创业，不要做生意，骗你的人不能骗你的钱，存工行这个都成了口号了。那是恒大刚暴雷，因为这就是个信号，当时已经响了。但是这个哥们还逆势扩张，也就是加杠杆，也就是加仓。到了2023年，实际上这个时候不行就赶紧收缩，该关门，结果他还要加仓，不服输，舍不得割肉，越陷越深。结果房子卖了，车子卖了，还欠债1.5亿。不是我打击这些创业的，因为我们总是叫幸存者偏差，或者叫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我们看见的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你看那个 DeepSeek一爆火之后，那个梁文峰就变成首富了，你这多刺激！那个雷军尝到了1小时首富的这个滋味，多刺激！还有马云、马化腾、张一鸣，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幸存者，他们高光，我们以为创业就会跟他一样，我们看不到一个梁文峰出来，恐怕有多少万个梁文峰在背后幕后倒下了，我们看不见那些倒下的，我们只能看见这个数为典型的都想成为他，实际上我们都是那些倒下的。当然了，你要创业成功是很刺激，问题是九死一生。经济如果在高速增长的时候，你创业倒闭的可能性就小，成功的概率比较大。当然不能说都像马云那样成为首富什么的，就是说你创业成功，你开个小餐馆，你开个火锅店，赚钱是没问题的，也就是你做生意，这也叫创业。但是经济低迷的时候，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大家都在降杠杆，资产的价格都在缩水，都在下降。这个时候你创业难度比经济好的时候，那个难度已经不是说加了1倍，而是数量级的难度就是增加呀。内卷加剧，大家都拼价格，因为消费者没钱，谁便宜买谁的，投资过剩。你说经济低迷的时候，肯定是投资都要过剩。
剩了，产能过剩，大家就卷价格，卷到你的企业没有1分钱利润，但是你不参与还不行，所以就被迫流血，经济下行，伴随着通缩，那结局就是大量的企业关门，就像这个老板一样负债，他这1.5亿欠的又是谁的呢？又是会导致谁要破产的？你想想，他已经破产了，他还欠1.5亿，这1.5亿债权人是谁？不一定是银行，也有可能是民间借贷，那谁把钱借给他就完蛋了，他还不了了，他自己说他老赖。所以我说2025年是叫应收账款暴雷之年，越来越多的企业一暴雷，导致下面的扛不下去也暴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老说房价要涨，怎么涨？我们再看条新闻，这个经理人杂志报道，沃尔玛要求中国供应商大幅降价以应对关税。3月6日的消息说沃尔玛为转移特朗普加征关税的负担，要求部分中国供应商大幅降价，幅度最高达每轮10%，基本要供应商承担全部的关税成本，但遭到了亚洲国家，主要是中国说企业的强烈抵制。他们表示沃尔玛是与各个制造商单独进行谈判的，每家公司降价幅度有所不同。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供应商同意。这些人士称，由于沃尔玛为保持竞争优势，一直采取低价采购商品的策略，供应商的利润空间已经非常微薄。昨天咱们说了石英村，基本上订单突然变成0了，没了。这就是沃尔玛的供应商。你想想，沃尔玛他要求你供应商降价，他要把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本来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但是他要转嫁到供应商身上。当然供应商有选择，你可以不做，你可以老老实实降价，你也可以我就不降价，这也可以。那问题就是你不降价，那沃尔玛它可能供应链就会转移到越南，到东盟，到没有加关税的地方，多多少少这订单会外流。那最终损失的是谁？怎么说咱们中国的供应商肯定有损失，你订单少了，你看这就是关税产生的作用。所以我一直说贸易战没有赢家。如果说这东西只有你有，你是垄断的，你说我就是不降价，你想买只有我有，那你可以。问题是你这消费品都能生产，如果他现在生产不了，你明年人家就能生产了，对吧？连苹果手机印度都能生产，你说还有什么东西印度生产不了的？现在生产不了，你给他1年时间，他还生产不了吗？所以不管怎么说这贸易战对咱们冲击还是很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觉得房价还要涨，不知道从哪儿涨起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